宜兰某一间补习班正侦破出负责人是学生囡仔食3级管制药品利他令的这个社会案件。经过检方的调查呢，这负责人已经认罪了。不过考虑到伊是好意为着要增加囡仔的学习效果，造成的危害不是重大等理由，今仔日呢是该原起诉处分。不过伊也要纳20万给国库。教室内底有学生囡仔照常伫营业，颠倒是外口的公告区，所有公告拢摕落来，对外因无加讲。因为宜兰某一个补习班姓金的负责人，互人指控随便饲同学服用3级的管制药品利他令，进前叫人调查，检方测伊侦查终结，以原起诉处分。这次提供药物给学童使用，主要是要增进学童的学习效能，所以主观上并没有恶意。本件给予缓起诉处分，以利自新。无医生的资格，何塞学生囡仔食利他令，已经涉犯医师法，乱用管制药嘛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。不过检方考虑到负责人较早是因为家己的囡仔学业有问题，服用利他令了后有明显的改善。这届是因为好意，互学生囡仔食药啊，希望会当提升，互伊学习更较专心，并无恶意，造成的危害并不是真重大。伊对规件代志嘛拢坦白承认，为药品的外观来看，甲定定看的毒品无共，所以也无法度判断是管制药啊，互伊原起诉。如果是真的，就要真的是要严办；如果不是真的有什么隐情啊，什么是有误会人家，还人家一个公道啊。打电话予补习班，因无愿意做回应。不过，予学生囡仔乱食药啊，宜兰县教育处伫代志发生了后，就下令补习班爱停招。伫6月底召开会议，认定姓金的负责人违反儿少法，有无责任的情形。县政府这边就等教育部他复审完成了，是否提报这一个不适任人员，他会函知给我们，然后县政府呢这边在做这一个后续的行政处分。进前已经提报予教育部，只要复审阁通过，负责人就会予人登录伫咧全国无责任的人员系统，所开的补习班原来会予人撤销立案许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